大家注意啦，坦洲由今日開始唔再係珠海、澳門嘅後花園啦，因為5月11號開始咧，坦洲已經成功入選廣東省小城市試點名單。咁成個廣東20個名額，成個中山咧就得坦洲1個名額嘅啫。咁呢個唔係虛名嚟嘅，好多街坊覺得呢啲政策又係喺度吹水。其實今次你哋真係睇漏啊！今次係成個坦洲嘅格局大升級嘅。呢個試點咧係由省直接立項嘅，由省級試點直接俾錢、俾權、俾土地指標，唔單單係換個名頭咁簡單。直白啲講咧，就係以前坦洲係一個普通嘅鄉鎮地方，依家嚟講咧，坦洲係正式小城市嘅標準去建設、去規劃、去升級嘅。咁由今日開始咧，同港澳街坊最息息相關嘅有4個重要嘅事項。第一個就係坦洲以後辦事嘅基建有個徹底嘅自主權。以前起路、起學校、起醫院，打通珠海中坦洲嘅斷頭路咧，係要一層一層去審批，咁拖極都拖唔起嘅。依家係完全由坦洲自己話事，基建配套快速落地，珠坦同城速度咧係直接快1倍嘅。第二個，本地嘅財政留翻喺本地使。以前坦洲好多嘅財政收入、稅收咧係要上交到中山市，同埋再上交到廣東省嘅。咁依家係大量財政流傳喺坦洲，用嚟起學校、醫院、公園、市政配套嗰啲日常居住嘅配套。所以未來幾年坦洲嘅配套交通係會越嚟越好嘅。第三個，有足夠嘅土地資源去承接港澳嘅外溢。以後我哋坦洲嘅港澳嘅產業咧，會慢慢轉移過嚟到坦洲。坦洲唔再係一個稅城，係要變成一個有產業、有人流、有發展嘅獨立小城市。第四個，由官方定位直接將佢嘅定位升級。以前坦洲係珠中澳一體化嘅核心節點，重點對接橫琴同珠海嘅資源。未來嘅政策咧係會傾斜得越嚟越多嘅。而喺坦洲唔單單得個政策學，其實坦洲都有好多產業嘅，包括佢嘅攝影耗材啦、辦公行業啦，呢啲細分行業喺全國佔有率係高達60%嘅，所以佢絕對唔係一個居住區咁簡單。咁同埋講翻我哋最港澳人士最關心嘅喺坦洲自己幾個問題，我呢度唔賣廣告、唔兜圈，係真心同大家講翻幾個喺呢邊置業嘅短板。如果大家係打算近幾年喺坦洲買樓，要考慮4個問題。第一個就係最大嘅問題就係返工放工會塞車，咁早高峰同晚高峰呢啲時候呢，咁過關嘅一定係會塞車，落雨係更誇張嘅，通勤嘅時間呢係完全唔確定嘅，特別係揸私家車係非常之慢嘅。咁第二個，坦洲嘅城市面貌呢係比較參差嘅。咁新嘅小區裏邊好靚好高端，但出咗門口咧就可能舊村舊商鋪，新舊對比係非常之明顯嘅。包括同一個小區1期、2期、3期、4期裏邊嘅環境可能完全都唔一樣。第三個就係頂級嘅配套咧係完全未到位，坦洲冇3甲醫院，冇頂級嘅名校配套。如果你睇中學位嘅、睇中高端醫療嘅，暫時坦洲係滿足唔到你嘅。第4點就係二手樓嘅套現係非常之慢嘅，喺坦洲嘅樓盤係好多，二手樓嘅庫存都非常大。如果你急住賣樓套現呢，或者你近幾年諗住長線揸嘅話，坦洲係唔適合炒樓賺快錢嘅。最後補充一個，坦洲有局部嘅細節係會有瑕疵嘅，例如落雨會水浸，喺啲舊街舊樓盤嘅噪音、小區物業都係比較一般嘅。咁而且由呢個係一個由城鎮轉到城市嘅一個正常嘅過渡問題。咁最後講翻大家最真心嘅，以前嘅坦洲淨係貼近珠海、澳門先有人氣，而家嘅坦洲有省級嘅政策去撐腰，正式步入全面升級、加速發展嘅黃金時期。依家所有嘅缺點都係暫時性嘅，未來3到5年配套、道路使用、市貌、民生問題會一步一步補齊。如果你係澳門、珠海返工嘅，想平上車、想安穩自住、想養老定居嘅，坦洲依家係一個入手嘅窗口時期。如果你想短期炒樓、追求頂級學位同埋高端醫療嘅，坦洲暫時唔適合你。
咁如果你想知道坦洲邊個樓盤抵買，邊度有坑嘅，同埋每個樓盤嘅真實價錢同埋優缺點，評論區留言，我免費同你逐一拆解。